袁世凱嘅孫話：阿爺冇賣過。非要當這個皇帝。發哥扮袁世凱型啊！真實嘅袁世凱就千夫所指啦。辛亥革命之後，佢恢復帝制，做咗83日皇帝，俾人狂插。但住喺天津73歲的孫就要幫阿爺平反啦。中國從幾千年封建社會脫胎出來，如果說沒有皇帝，對，老百姓就六神無主了。佢話阿爺做皇帝係學日本、英國嘅君主立憲啫。他在權力更換的時候，他沒有動武力啊，沒有動一刀一槍，讓老百姓遭到塗炭，讓士兵遭到流血犧牲。咁佢簽21條喪權辱國嘅條款呢？根本不知21條是內容是什麼。佢堅持阿爺俾日本逼簽條款㗎，但喪權辱國嘅條文一概都冇簽，仲爆料話央視之前去日本拍孫中山嘅生平，發現孫中山同日本有協議，只要日本幫忙推翻滿清，就可以喺東三省得到利益，嗰個先係賣國。這個歷史就不能說勝利者的歷史了。袁嘉誠要幫阿爺平反，但袁世凱另一個孫87歲嘅袁家剔就唔想啦。你看有好多人可以平反，有好多人不用平反。歷史就是歷史，你追他做什麼呢？佢開嘅餐廳就係當局退還嘅祖屋，打住阿爺袁世凱呢一塊招牌，加埋話係夠裝修，當地好多老人家都中意嚟㗎。